好友好嘅時候，我哋而家喺準備8號颱風之下嘅好平靜嘅澳門，大家睇唔睇到？啲人因為呢度係有機會俾人哋浸嘅，所以呢度咧啲人都起晒呢啲，整晒沙袋啊，整晒呢啲鐵籠之類，以免嗰啲水咧入嚟。呢度係紅街市嘅低洼地區嚟，所以如果大家喺呢一頭嘅都好似佢哋咁樣，即係要包好少少，如果唔係就浸硬嘅，包保 promise 一定浸硬。同埋咧係大部分嘅嘢咧都閂晒嘅啦，大家睇唔睇到？有啲開，嗰啲食店會開咯，有啲嗱你睇下。好少人，同埋咧中途都見到一啲警察去維持秩序，警車啊，巴士會照運行嘅。但係而家因為3號颱風啊嘛，如果陣間仲進去8號颱風，就應該會熄晒。你睇銀行都熄咗。OK， 可以睇到義字街呢邊都係。哇！呢度好恐怖啊！呢度咧係可以睇到咧冇人嘅，幾乎呢個係即係全部嘢都閂晒，連 OCBC 都起晒呢啲門，所以盡量出下街就算啦，唔好再行。睇下另一邊嘅街。都係聖，呢個應該係聖家嗰邊，都已經準備熄晒。咁好啦，大家都已經準備好啲避呢個颱風嘅設施啦。你睇下熄晒啦已經，就黐嗰啲貼嗰啲膠紙啦、米字形啦，以免爆玻璃啦，好似咁樣。所以大家都小心啲啦。咁好，我哋下個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啱返屋企咧，都可能會拍下啲片去介紹，因為我哋終於停課2日 ，Let's go！